父皇今日只召見我和三弟议政，根本没叫老四，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要拿此事考驗我俩。上次在万华会我略輸一筹，這次我一定要拿下一城。這次的確是個好機會，我們不但要好好的表現一番，還要拖一拖他謝延啟的後腿，接着給他制造點麻煩。舅舅有何良策？哎呀，阿广，你倒是快點啊！咱們樂天齋的招聘啟事呢，是要自己去貼的，別等你寫完了，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別站着說話不腰疼了，嫌我慢，你來啊！哎呀，好了，阿廣。哎，你說這個地方也沒個招聘網站什麼的，哎呀，真不方便。你這麼一說，倒讓我越來越想家了。哎，王爺，冰塊臉，你怎麼這麼着急就回來了？你不是去討論國家大事了嗎？看這個時間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大事吧？你若不說話，沒人當你是啞巴。喲，看來雖然不是什麼大事兒，但是挺心煩的。來說說吧，本小姐就給你勻這麼一點點的時間，陪你聊20塊錢的，說吧。西南巡抚上書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被劫。我也問過戶部的人，他們說西南當地困苦，今年又逢天災，所以請求減少納貢。他們還提出了要求，若是再補充一份貢品的話，希望能夠減少今年的賦稅。然後呢？父皇讓我和二哥回來好好想想，明日早朝商議此事。這確實是個難題啊！民以食為天，如果都吃不飽穿不暖了，還納個屁稅啊！我的意思是啊，這個稅收啊是國家的主要來源。可是如果說減就減的話，那豈不是成了兒戲？但是這既加稅又上貢的，這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哎呀，好糾結啊！看來你倒也明白，所以我也在考慮，到底應該如何是好啊？這西南貢品到底是什麼？得有多值錢呀？能讓別人冒着殺頭的罪都得去接活？你不招人討厭的時候，還是挺有用的。哎，你，去，没意。贡品被劫，又逢天災，請求今年減少貢賦。眾愛卿，你們意下如何呀？回陛下，西南臨近滇藏，關係邊疆安穩，貢品被劫，實屬無奈。以微臣之見，此朝貢酌情減免，倒也無妨。皇上，這簡直是無法無天，竟敢公然搶奪貢品，
以臣之見，出兵剿匪，奪回贡品，告示天下，以儆效尤。说得对呀，就是对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呀？父皇，儿臣听闻西南百姓遭受旱灾，生活困顿，加上此次贡品又被劫，实属雪上加霜。如若在此时加贡，恐怕对他们来说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困难。依儿臣之见，向西南百姓减贡1年，这样让西南百姓知道吾皇仁爱之心。二哥此言差矣，朝廷纳贡意在威慑，并非真貪图那幾箱珠寶、幾隻珍禽走獸。父皇，兒臣認為，貢品被劫，罪在西南，並非朝廷。說的是。想不到，蕭兒平日沉醉於風花雪月，遇到大事倒也不糊塗。希兒，依你看呢？回父皇，是否减贡，儿臣不敢妄論。但昨日兒臣翻閱書籍，了解到，從西南運貢品進京，所走之路根本不經邊疆，似乎並沒有土匪藩邦猖獗之地。而這貢品之中，除了少部分珍貴藥材外，大部分都是重超千斤的天青石。這種石材我朝有規定，僅限皇家使用。兒臣只是奇怪，像這種沉重又無人敢買的天青石，他們就是真的劫了去，又有何用呢？老臣以為靈齊王言之有理，皇上應盡快派人調查貢品被劫一事，待真相大白之後，再來商議是否減貢，也不遲啊。好，准奏，就按愛卿說的辦。父皇，兒臣請旨前往調查，還望父皇恩准。這件事稍後再議吧。是。